因为不少民众反映讲，高雄坐运车厢的三角条啊，影响出入无。那有摕大型的行李箱是真无方便。去年底就开始拆除了，今年会全部拢拆掉。也毋过，有民众有无同款的看法？高捷进站人少的时阵，会当顺顺啊行入车厢。不过人若伤济时，亲像是去年举办演唱会，卡袂到都是几啊万人要坐。这时车厢内底这支三条啊，都会互人感觉崎崎。高捷公司接到民众的反映，对去年开始陆续拆除车厢内面的这支三角条啊进行改装。会有民众跟我们反映说，觉得说，他可能携带了一些大型的行李，或者是说，我们在一些人潮众多的时候，他比较没有办法站立。好，那我们就希望说，可以把这样子拥挤的人潮呢，可以往车厢内部疏散，所以我们才会想说，试办这样子的一个方式。高捷拢总有42台车，目前已经有4台车完成三角条的拆除，而且伫咧安全顾虑的方面，有增加和民众用手扣的吊款。对这项新措施，民众有人赞成，也有人有无同款的看法。可是有一个缺点，就是说万一有小朋友，他可能需要，因为他没有办法拉那么高嘛，他那个万一周围都是人的话，他根本没办法。他那个地方，他一定要扶着，要不然小朋友万一人很多，没办法走。对我来说没有太大影响，因为就是我没有常常就是拿着行李，还是说，其实我觉得有那个上面的把手就很方便。高捷公司讲，高雄市民坐捷运的习惯甲台北人无同款，北部人唔惊客，南部人爱坐较省力，尤其载客量一年比一年增加。透过车厢的改造，希望会当互民众有更较舒适的坐车环境。所带来也被改造的车厢，会等待零件到货以后进行改装，按算伫咧今年底会全部完成。记者柯家族、邱昭勇采访报道。